要带大家关心在地事事行行。台湾最近观光生理比进前较歹，夜市啊，抑阁有旅社拢成影响着。规台湾摆头坎的房价相款小可较排斥，小食店业绩落差不多4成。另外，相款的租金嘛较落8成，真侪人唔知影。人咧讲，一溪无鱼别溪钓，东港无鱼西港拍。台中夜市啊，也是一个开幕，煞色来夜市啊。另外，阁有真色派海堤电火，公路雨天嘛会当踅夜市。踅夜市真趣味。一大一大小食面，各色各款，抬头看，阁有真水的水母灯，紫色的灯光一点一点真有气氛。莫叫是这是倒一个卖场的美食街，这是台中夜市啊，请是一个落雨天嘛会当踅夜市啊。经常下雨天都会有人来，这边的摊位客人都不会跑。那个灯的造景是蛮特别的，下雨天就是可以遮雨，这样比较方便。咱咧看室内夜市啊，有铁厝护掠，营业都唔免受到天气的影响，甚至伫咧设计时阵，甲风拢已经炸掉，就算寒天来说嘛袂寒。采用单位加上店面的方式，单位拢真清楚，你会当招朋友来这烘肉，阁会当唱歌。大家就觉得来这里唱比较热闹，就一起吃东西，找朋友一起来逛。另外嘛，真大心来替摊商画出会当直播的所在，直接把商品放送出去，增加商机。特地加码送礼物。未来阁会规划室外电影院，西湾夜市啊，阁会当看一场电影，心满意足来转去。台湾的观光淡薄仔退步，夜市啊甲饭店是头一个受影响的。一个这个时机点嘛，有人煞无共款的夜市啊，希望用新的创意来刺激观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